VTC 政府同業界三方攜手合作，推出創新嘅 VTC 職學計劃，主要招收中三同埋中六畢業生，為香港培育合適嘅年輕專才。計劃以職學並行概念推行，結合課堂學習，學員掌握知識理論同技術，亦會接受在職訓練，實踐所學。返緊學嗰陣時，可以同時喺學校上堂，同埋喺公司實習，令我更加容易掌握到呢一行嘅專業知識同埋技術。在學期間，學員得到政府同埋參與僱主提供嘅津貼同特定薪酬，有學有賺。職學計劃係提供咗一個好好嘅途徑，我哋有專業嘅人才嚟培訓呢啲年青人，等佢哋第日有機會投身呢個行業。